今次嘅主角關生雖然有成10幾年嘅 IT 人經驗，但係每次去到買電腦嘅時候，都仲係一樣咁糾結。因為咧買部機真係要諗好多嘢噶嘛，咁用途唔同啦，budget 都會唔同噶嘛。即係你想打機啦，有時候要用下 AI 啦，仲要幫手剪下片啦。咁你要平衡 CPU、GPU、睇 RAM、睇 SSD，仲有啲周邊咧，即係買 mon 啊、買 keyboard 啊、仲有 mouse 啊、腳墊啊、光碟啊咁嗰啲咯。特別係結咗婚之後啦，屋企其實未必會有一個咧專屬嘅位置俾你噶嘛。咁所以咧夠輕夠細好緊要，最緊要夠靜。咁唔好阻住佢拍嘢啊嘛。既然你咁煩惱，等我幫你一步到位啦，就係呢一部 Asus TUF Gaming A14啊，得1.69 cm 咁薄，1.4 kg 重，佢仲有 Military Standard 810H 美國軍用標準測試認證，夠晒硬淨。知你想要效能，又唔想勾筆，想部機靜，又唔想佢熱。TUF Gaming A14 用到 AMD Ryzen AI7350處理器，搭埋張 NVIDIA RTX 5060顯示卡，3A 大作，定係你最中意嘅 AI 多工處理都俾到你啊！再加埋雙風扇設計，超薄89葉片，保持低溫同埋效能穩定，仲預載埋 Windows 11嘅作業系統。度橋打稿 research 上堂做咩都得啦！而家華碩官方網店做緊 Black Friday 嘅優惠，仲有好多機名機款做緊優惠㗎，低至55折，限量供應，快啲入手啦！